嘢要處理，係咪打算俾多我次機會呢？佢喺我隔離，話佢冇打算放過我，係咪今晚仲有返去嘅必要呢？所以我真係唔能知到底今晚會發生咩事，係唔係應該而家返去？我真係唔能知，係唔係應該繼續等佢？我都唔知自己有冇勇氣，因為我知佢會離開，佢話對唔住，同時講緊佢愛我。佢會離開，佢話對唔住，同時講緊佢愛我。講乜真好冷暖。我知佢會離開，佢話對唔住，同時講緊佢愛我。但係我知佢會離開，佢話對唔住，同時講緊佢愛我。講乜出口難亂喺門口，諗住再睇佢一眼，知道以後再冇機會。佢吻住我話有啲嘢佢唔會再講，最後送上親吻再見。所以我真係唔難知到底今晚會發生咩事，係唔係應該而家返去？我真係唔能知，係唔係應該繼續等佢？我都唔知自己有冇勇氣，因為我知佢會離開，佢話對唔住，同時講緊佢愛我。但係我知佢會離開，佢話對唔住，同時講緊佢愛我。講乜真好冷暖。我知佢會離開，佢話對唔住，同時講緊佢愛我。但係我知佢會離開，佢話對唔住，同時講緊佢愛我。講乜真好冷暖。講乜真好冷暖。喺門口諗住再睇佢一眼，知道以後再冇機會。佢問住我話有啲嘢佢唔會再講，最後送上親吻再見。再見，講乜真好冷暖，講乜真好冷暖。